今日同大家介紹灣仔建材段嘅一個地鋪放租。呢個鋪嘅鋪型四正，樓底夠高，冇乜柱位。呢度樓梯底可以愛嚟擺貨，後面係天井位，有後門，亦都有2個廁所。呢度個樓梯係上去上面嘅入職角，呢度係入職角，樓底都唔矮，向住駱克道嗰度係有窗，前面可以放貨，後面可以做辦公室。辦公室都有窗，成個則好實用，唔錯㗎。